世界万行代，拢伫咱台湾新安界。有戏，今仔日新安界带你来看，什么叫做有戏？有戏社创有限公司。哇，做甲这个，让你看，这敢若关公哦，甲关分长，甲张飞啊，你咧创啥物？你洗涂骹，洗涂骹甲社会企业有啥物关系？你来看，人这鸡丝头啊，偌专业的。今仔日要带你来看做工的人，但这群人是特殊的人，啊，佮一个特殊的工头，伊就是呢，你有看过一个连续剧叫做《做工的人》吗？伊就是这个写创作、写这个小说的林立清阿清，咱到底来看伊安怎？哟西！他说有戏，即马真正找到有戏老大的啊！阿青 ，Hello， 你来啊？嗨，你甲咱小解者，这是什么机器啊？你看起来真专业的感觉呢？哦，这我们请人家定做的高压清洗机，这台比较静音，比较安静一点。啊，搁较静哦。比较安静，这已经算安静了。哇！因为其他的更吵。啊，这食柴油的吗？汽油。食汽油。汽油。我看还佫有一个油的所在要发动的嘛。有，问题大部分时间是用电的，伊有马达里。你用马达里是啊？所以说伊有马达里用手洗啊转来发动。哦，so，啊，那安全性它有够啊。对啊，第二站是较好发啦，有的时阵袂晓发的手会受伤。哦，所以你来看吼，你就算讲是找这接油来倒三工，但是嘛是爱互因真好的功夫咯。爱好用，简单安全。你来看，咱个制作厂个解安尼，这是水箱，咱个水就是来内底，啊浮球伫遮，浮球满就冻嘞，冻嘞就袂浪费水啊。啊第二站是讲，伊用了就水，安尼入去内底。啊循环去。对哦，循环起来，嘛无浪费水。哦。就会使继续用。哎，这是你开始用，你就知影讲，还是慢慢啊改进啊？无，这是我拜托人替我改，我迄个时阵画设计图，师傅咧改。拜托台湾的师傅改，再见呢。啊，做这款的啊，你工地主任就是无，大家就学会做尔。我问你吼，咱即摆这个场所是五方国中嘛吼？对。啊，这是因拜托咱来做的，还是安怎这个经营你来到这？咱伫咧台北县市学校有无？就新北市的时阵，你涂骹足乌的，久啊落雨落久，咱就会骨，会伫遐跋倒。啊，所有学校就会想讲有法度洗。问题洗涂骹的经费足少的，那毋是所有的学校家长拢足有钱的，有钱嘛无一定会开伫咧这个所在。有影。所以学校会发公文互咱摕着学校的公文来去找世间有钱的好朋友，啊，请伊寄付，寄付了的钱咱就摕来洗涂骹，啊，囡仔就会使伫遮耍。所以说哦，教干鸟这个请客。但是由低来付小，对哦，唔是讲因低啦吼，就是讲这一个先的循环啦。对哦，啊，因为学校这需要大家来斗相共，咱有专业有设备，啊有技师，啊嘛有人，哦，这拢加有即摆咧技师啊。啊，我看一个搁边仔搁一个咧看，迄是啥物意思？有的是咧学，吼，中迄个较老的咧学，伊拄仔来无偌久在咧学，另外两台是咱的伙伴。因即摆拢脱贫啊啦，拢有所在通好大，洗涂骹洗到有厝通好大啦。哦，洗到有出脱呢。啊对啊，就是爱互伊继续有钱赚啊。咱即马草有几个班底伫遮，这种通好来洗涂骹。会使洗涂骹的领班差不多5个连我内底，啊会使洗涂骹洗甲咱差不多水准的，差不多4个接油伙伴。哦。啊，佫有一寡咧训练中，差不多会使7成的，佫有4、5个。啊，佫有1、2个是安怎洗？所以你应该有人数有够，有通好退手啊。有，就一个今仔日考迄个奥多麦驾照，伊就无来。伊洗了上好的，迄上重的迄个，今仔日无来。我会当来请教伊咧。会使啊。阿文哈。阿仁。阿仁呀。阿仁来再拜托。哦，安尼你会使问伊，伊洗了袂歹啊。阿仁人家主持人要问你讲有无洗涂骹有啥物袂共？
啊，你洗了感觉安怎？因为你洗了安尼一条一条水水。我这洗甲安尼聊聊啊。没有啊，因为主要是像立新他们跟我讲的，一开始先不要洗快，一开始先把它洗干净。头一包先卖洗要紧。对，因为你要洗干净，你后面的速度再慢慢的加快。你没有洗干净的话，后面的人有没有还要再洗？变更麻烦。对，变成你要洗第二遍。慢慢去体会。对。你安尼操作偌久？伊实在1年有啊1年哦。这安尼烧热，你敢冻得了？地无啊，地无啊。平常脚很热的话受不了，我就没有戴帽子啊。受好。你做了你感觉有趣味吼？没有啊，主要是洗干净之后有没有？后面再换头啊。就是换白色喷头有没有？就是把脏水把它扫掉。所以这不能安尼洗完了呢？没命哦！因为你假如说我今天是洗楼梯还是校门口的话，我就不用换头了，我就直接用。直接喷的落晒。对，直接把它洗干净之后。所以咱这洗刷的话，搁用迄个喷迄个空气的。无，唔是，喷落大。伊是有迄个扇形喷头，伊迄个较宽，看那水道啊，就往做水扫把，用最重做扫帚安尼扫。最扫掉。但是你的手不要碰到那个水刀，要不然你会跟我要一刀了。受伤，这个受伤的哦。对。哇！用较长啊，你搁受伤。买来注意呢。你有迄个白头换一个，互因看。来换头。这个来。好。来，你先冲我看。要我来还是你来？你先冲我看。扫水。水扫帚啦。这有影呢。因为你洗了，伊伫咧遐，你若讲拍里头拍单，伊搁乌去啊。你用水扫帚安尼洗过有无？到水沟啊，洗到壁边安尼清去，所以因拢会晓。差不多爱练差不多几个月啊，伊就有法度出师。而且有影。伊有法度一工洗一个篮球场的时阵，就会使讲加薪水啊。会个加薪水啊？有啊，有迄个后壁迄个洗了袂歹啊，一工有3领2500啊。这安尼讲偌济？一工会3领干2500啊。一工2500啦。对啊，因为伊扫了，伊后壁迄个足稳定的啊，你迄个无啊伫咧遐有无？伊足稳定的啊，一工有2500啊，洗几工，伊嘛会晓用倒皮啊，嘛会晓保养啊。看头看尾安尼。安尼就会。仁兄，我只甲你小问一下吼，你即马做几个月啊？要1年啊。差不多快1年。问题无一定逐工有啦。无一定逐工有啦。其他的石头。你还阁有其他的石头？有的时阵无来。没有，因为像立新的工作有没有？平常没有洗地的话，像立新的轿车脏了，就是我也想买也洗，好容易的洗。这下伊买晓啊。洗车包括打蜡，你买晓，伊会晓拍啦。哦哟。就这样嘛。这袂歹呢。但是纯手工打蜡会很累。纯手工的啦哈。对，因为你要保持。来，我来换。保持车子的洗干净之后，还要用抹布把它擦干。擦干之后就是打硬碟蜡。洗车场他们硬碟蜡一打完就是用机器下去跑，但是我不是，我是等它蜡有没有加进去啊，完全都吃进去了，你再推用抹布用干抹布下去推的。刚刚擦皮围了。也要啊，来，阿伦你继续去弄，让人家拍一下。好，感谢。若像伊安尼吼，伊本队是光芒草来甲恁介绍。毋是，伊是另外一个所在介绍，叫烂人池塘农民本厅。因迄个所在就是甲社区内底较散车的人需要工课。农人本厅。对，农人本厅。是艋舺嘛？伫咧艋舺大道遐。农人本厅的人就会带因讲，有要找工课无？你有对立新的工课有兴趣无？伊就来啊。
啊，问题有诶时阵伊骹会痛，迄叫痛风啦，伊就无法度来，所以伊较无稳定。啊，较稳定伫后壁，对。啊，有较稳定诶，你定定来，你来的时间较长就较好。啊，伊差不多在2军阶段，啊，可以做。啊，做了嘛袂歹，我嘛免过伊啊，伊嘛要洗啊，洗了嘛袂歹啊。嘛了解要安怎扫水、扫涂骹，整理的嘛好。是。那像伊安尼，伊若无稳定的时阵，伊会家己来通报，还是讲恁有人去做某种程度小甲看者？咱会甲伊看。啊，有诶时阵掠来，啊，伊有诶时阵欠钱欠到袂过诶时阵，伊就会来遮。啊，我就讲你无你去洗咱货车，甲我交车。啊，伊洗一台互伊200-300块。因为蜡啦，哦，迄有水啦、油啦，拢我的嘛，啊，所以讲互伊趁钱人工安尼。对，啊，有诶时阵伊会退饼，啊，有诶时阵伊嘛会晓咱伫咧咱仓库内底整理。啊，像伊安尼已经家己有所在通睡厝啊吗？有，伊是算讲困伫咧朋友的仓库内底。哦，朋友，因为你有咧做，你真正有认真咧找工课，你身体较歹，还是讲你真正就有困难，你朋友看到你有咧认真，伊就会甲你小听小看者。啊，我互伊制服内底有咧做工课，真正伫咧遮你看真济，啊看起来真正是像像一个做工仔人，咱就会讲无你住我遮啦，我仓库你住，是安尼。所以吼，头拄啊，咱干那这短短这10几分钟，咱就知影，第一，你必须要有方法，对，吼，要有工具，是，吼，啊而且咱还真正爱付出，爱真正甲了解讲伊个每一个人的特性。哦，啊，伊这个妹角在哪里？啊，对，我咱来学校内底做工课，你爱真济，你袂使穿青拖啦，你袂使穿短裤啦，你爱长裤，因为咱洗涂骹就有危险的。第二点是你爱穿制服，因为你伫咧学校内底，老师会惊，恁那才坐着，啊，你叫恁那安怎看讲这是来洗涂骹，就全部穿红衫、棉被，咱就知影嘛，咱一看就知影，啊，咱水塔嘛红色的。一看到足明显，有一个企业的标签。对啊，老师甲校长伫咧顶悬一看，哦，是几个人，嘛放心。对，足放心的。咱的要求讲袂使去2楼以上，咱都一楼遮，哦，照便所有啦。有诶校对咱袂歹，阁有洗身躯的所在，露天咱会使洗身躯才来转。吼，啊，大部分的时阵免，因为遮较近，咱就物件放的，啊，有法度便所就好。是啊，咱哦。主要在现场看人咧洗涂骹，真正洗到哇，这有这个马上就看到讲有差别。对，对因来讲做这个工课，随看到改变，你的迄个成就、成就感吼，价值、你的价值，你免讲，你直接遐洗，咱一看就知啊。你讲伊领偌济，迄是技术性问题，真正洗这就爱互人，对无？对啊。洗这真正洗到安尼。真正有咧做工啊，真正有专业啊。这有影，他都安尼落着，哦。啊，恁看交出来的这个结果，咱就讲真正有水嘛，对无？你看这结果，真正你哪就袂屈啊？你打看卖啊，你打遮袂屈，对。你打遐，你去打这，很有要求。啊，就你袂使互恁那跋倒的所在去运动啊。啊，问题咱遮山区边啊，啊就足骨的，就大家咧落雨就爱洗。是。啊，咱就带因来做这款工课，正面头路。吼，咱刷来吼，就要转来工作室来看吼，工作室内面啊，各式各样的工具，才会知影讲要做一个社会企业无，爱经过什么这个过程，爱修考什么物件，咱来去工作室来介绍给你。来。哟西，我来讲，较早咱哦，先着你看吼，又是安尼去洗涂骹，但是吼，咱这社会企业嘛，唔是普通的社会企业，唔是你敢若顾铺组尔，啊，佫会顾巴肚，顾巴肚吼，进前着爱先甲这个工具吼，拢创好啊。对，一定爱。阿青，你甲咱讲，你这工具吼，除了这物件，这是要创啥？提到这报道。这其实是咱去迄个粪扫处内底，还是讲人死伫咧内底时阵破涂骹。那你讲人安怎？人死伫咧厝内底死足久的时阵，啊，你有接这种业务哦？有，咱叫义务啦。啊，就是你人，因为即摆一个人大的较济嘛，咱叫独居嘛。哦。即款的一人大的较济，啊，往生去的时阵，有的时阵1礼拜、2礼拜，2礼拜到1个月是味上重的时阵，上恐怖的时阵。啊，咱就爱去内底，去内底了后，你所有的物件，柴的拢爱拆掉，拢无效去啊。3天以上，所有柴的物件拢爱拆。
啊，就有用这款的，吼，咱用扑啦，啊，我是卡加的用这个连机啊，连机啊，吼，对，啊，无就滚刀机啊，啊，这款的有无？家己记掉。连机啊啦，吼，安尼啦，对，安尼啦，啊，破柴较紧啦，破柴较紧，破柴较紧。所以吼，人你真正怀疑咧讲，这个爱，哎呦，好啦，安尼就好，安尼，无，安全。所以这个连机啊，这种操纵机啊这边。对啊，我所有的机的物件放做啊，问题这个就毋是去迄个厝内底用啊，哈，这个是咱去学校的时阵，咱洗涂骹去学校摒扫，啊，像像手啊记记的，你讲迄个手杖有无较悬的，咱家安尼撸过，啊就简单轻松，啊大部分时间用这啦，迄个是较大啦。你个是手杖较宽较大才咧用啊，大部分的时阵用这个安尼较轻松啊。哦，这跟咱刷鱼剑呢？咱是慢慢叫刷鱼剑，因为这款的咱叫篱笆剪，我嘛唔知影。哦，篱笆剪，华语叫篱笆剪啦。对啊，咱台语话，我遐个感觉嘛是叫鲨鱼剑。鲨鱼剑哦。鲨鱼剑较好。啊，规气叫鲨鱼剑啊，讲个叫鲨鱼剑就好啊。啊，这就是咧扫树叶啊。咱叫风炮啦。风炮就是家己讲吹风的时阵，啊树啊安尼拢吹做堆。啊！你要洗涂骹，你爱摒扫啊，扫涂骹啊，扫涂骹，你用扫会较忝啊，用这较紧啊。所以其实哦，因咧真正是安尼顾佛祖啊，顾巴肚呢，真正爱，迄怀疑讲哦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对，因为你若讲以前为虾米因会变较散赤啊，变基友，还是讲互社会淘汰去，就是讲你无学着正确的工具，你无学着上新的工法。正确的方法。对，你无学着，你就袂晓，你袂晓，你就摒袂过人。以前你假使差人，你是差1分2分哦，3分之一差一半。即摆是你免做，你无假使你真正啥物拢免做啊。讲一个趣味的，听讲吼，因来穿这领红的吼，是啥物意思呢？你讲来听。咱穿红衫的时阵是去学校内底洗涂骹，啊，因为学校的人看到红衫大红的4、5、6个伫遐，人就知哦，拢恁的人。学校的学生甲迄个老师甲校长，伊会感觉专业。第二点是讲。去内底的时阵，嘛做工的看到会当做你足有钱的。讲这个牌子，这个衫一般来讲啦，你家己去买啦，差不多可能爱700-800块，大部分是你买假使买2万块以上你一领。所以看到这领就知影讲，哎呦，这假丝头啊，真有啊，问题咱若讲去医院内底就袂穿红衫，咱有的时阵咧办丧事，咱就穿黑的，咱就有一个白制服内底。所以你看吼，真正有写过剧本的人都无共款，吼。而且哦，写过剧本，这个思考呢真幼稚啦，吼。这是啥物？喷药的，喷药啊，这喷药的，无农药的。毋是讲药，咱一般来讲是，若讲有伫咧学校内底，啊喷一寡除草，还是讲啥的，有无？哦，杀草剂啦，消毒的。消毒的，啊，佫有一款是咱伫咧医院内底，啊，洗笑的爱先。规栋内底拢所有的做户拢要起笑，迄挡袂掉，迄个味的时阵用即款的，甲伊喷过空过。喷药的，咱喷药汤啊。这是你一开始就是豆豆啊学，还是讲一开始你就知影讲我要做这个事业，是不是？这是慢慢学习的过程咯。我有一开始开一张单，啊，我家己嘛爱买，咱讲实在，咱我就小买，无聊就买，啊，你知影无？卡刀骨摕来就吓着。所以啊，我来讲，毋那是做工的人，做工的笑的。笑的，啊，咱叫办道啦，就是讲我讲哦，这偌好，加偌好，你要买一支啊无？啊，我的朋友就会讲，佫较有佫较好的，咱两个就遐看假死的足欢喜。就敢若昨日咱去看百货公司看迄个香水，香水，啊，咱是看到迄个假死头啊，就足欢喜伫咧遐有无？咱拢逛5间，咱拢4、5间含伫咧遐。啊，即摆咧？即摆就电池啦，咱电池挂表，电火啊，若讲有一寡所在无电无火，咱就爱扎电火去。即款种电火伫遮。哦，电火。所以咱若是万不离吼，咱台湾若有啥物紧急的救难的所在，咱有试过。迄个进前去迄个都达部落，迄就是南投遐内底，啊，咱去替伊洗涂骹，用国外清洗机，啊，佫有发电机啊，佫有洗车机啊、抽水机啊，太用的抽水机啊，迄两个遐嘛。啊，问题迄甲做了有够忝的，叫咱实在有够忝。我感觉阮个基友体力无法咧，因为体力无法咧，真正体力袂话，佫爱练啦，有身体较好的就有法度。而且吼，咱这个所在地吼是一个篮球场嘛。对。咱这过去吼，这拢是迄个军管啊、国防部的所在。但是呢，你下即个真济工事的工地，就在附近的吼。对，因为咱伫咧遮里长甲咱照顾，
伊会甲咱讲，遮有一个独居老人啊，厝足歹，啊是伊讲伊即个厝跳电一直咧跳电，伊即摆咧摸迄个叫电锅啦，吼电锅。无电锅。因为伊即摆就讲足济士大人，啊年岁愈来愈大，伊开火了袂搁咧急，啊空烧到尾啊就火烧啊。啊，所以电锅较安全。啊电锅较安全，所以我就请我的师傅去遐电全部拢抽电线，换新的电线，啊专门的插座互伊用了，啊电锅2台互伊用。因为一个滚汤也是用菜啦，迄就是士大人就是习惯安尼啦。啊，你要拆伊的瓦斯炉甲迄个，伊要甲你拼命，伊有13支雨伞拢派钱嘛，无爱互你等一支。啊，问题你若摕2个电锅伫遐，来我甲你换新的，伊就会讲好啦好啦，啊电解互我用新的，啊伊就欢喜啊。啊无法度，咱做好代志比做歹代志搁较困难。所以吼，真济吼在地即个感情，在地即个故事吼。安怎要真正会当共斗相共？那敢若是理想啊，你看啦。理想。理想哦，敢若是天边啦，吼啊，真正的踏踏实实，好好来去看。对，你伫来看到，哎，有啥物需要？啊，需要要安怎解决？啊，有的时阵我会甲伊骗，带迄个士大人讲，你厝实在棉被拢漚去啊，安尼带伊去佚佗。啊，后来看到一个新的，伊就想讲啊。旧的等掉就等掉，新的好无？哦，你爱看到新的，伊才要等旧的啦。哪个高正咧？哪个？对啊，你看你长安怎做，伊就讲你厝内底所有的棉被3领换1领，3领歹我换你1领新的互你。啊，无伊无爱等啊，你等伊棉被，伊要甲你拼命，真正的。咱伫附近有一个工地嘛吼，有，咱即摆先刷位我带你来去看，迄就是咧整理啊，咱电线抽了。啊，即摆咧油漆，因为爱壁面有无，全部拢壁嘛。啊，这工序拢恁包起来啊？咱去找一寡朋友来赞助，就看到咱有影响的，啊朋友有钱的，啊趁着的，咱就甲伊讲啊，拜托你一个，拜托一个，看安尼看你共款。顾一下合作。就敢若珍宝伊，我讲嘿嘿嘿，顾一下合作啦。对，甲伊报一个大腿，对，做好代志嘛爱做这。做我朋友哦，我感觉较水小吧。对啦，做你朋友真公平啦。我小等我爱凹一个来，迄个做迄个水电的，电锅爱改。啊，咱安怎写册写安怎厉害啦？啊，金钟嘛有啊，电视剧嘛有啊，电影嘛拄啊下档啊。啊，你感觉有法度改变伊无？无法度啊！迄我家己有名尔。你有名，你无做代志就烂尔。啊，你规去做看卖啊嘛。哦，你这熟啊呢？啊，常常咧行，当然嘛熟。你本队应该唔是住遮吧？阮母也是，阮母后头厝伫咧遮。我南基场的人啊，我离基中树社区。哦，中树社区。迄个圆圆一圈迄个。但是你踮遮住啊偌久？无住过，我迄是阮母的后头厝。啊，阮爸遐早就周参拜了了。辉哥，我带朋友来看，咱咧采访。哎，辉哥你好。你好。哦，这间厝即摆正咧拼。啊，咱所有的电有无换新啊？新做水电安全的代志，全部用新的，电火先斗几拍，啊，才来开始。水电先看好。啊，水电爱先看好势，这拢换新的。哦，这款的安全。啊，电全部用明管。哦，明管安尼用了，啊，不咧，啊，所有的开关插座都用迄个喷电松。迄个 brake 啊加 start 拢用好啊，啊电拢砍新的，这拢新的，因为这安全第一啦。你讲剩的物件会使省钱，这袂省的。啊，过来壁，这辉哥咧用壁，伊即摆咧皮头，皮了有无用晴雨漆，这会使冻较久，嘛较无味，这是个晴雨漆啦。因为咱晴雨漆迄个有朋友送，迄个厂商赞助。咱迄栋赞助，迄个南宝赞助要40万，油漆。赞助40万。全部拢甲伊爱。啊，遮个这是德利个赞助这款油漆，啊，佫有足济，啊，阮咧摕来油的。你若讲徛伫咧遮无啥物味，你看内底迄个味就较重，啊，因为火锅吐掉啊，这个味就较无啊。啊，等伊遐用了，才来遮用的，就会较。哦，这个灶骹要清起来。无原本有迄个瓦斯炉啦，什么拢全部拆掉，咱全部拢后来用电锅互咱带。啊，这是咱一个迄个人咧照顾的啊，伊半身瘫痪，中风2次啦。
啊，住2楼佫会使爬，因为伊有法度爬。啊，讲有通爬。会有法度，伊昨就困咧遮，哦，一好就困伫咧遮。迄个棉被个我。棉被个伫啊。我会讲明我去赞助，赞助的，这就拢赞助的啊。啊，咱就遮油油的、皮头皮料、兔兔的，啊，扫扫用我好势。啊，遮油茶拢用好，我才要来做迄个叫冷气啦，电风扇一台啦。啊，你这茶你嘛无要叮当吼？这免叮当，因为迄叮当即摆本所车伤贵啊，咱拼的钱会使搁斗一台冷气。哦，袂好啦。所以咱安尼算个好安尼。对啊，第二点是即个茶以前的茶搁一样的，啊，可能我搁敢要油油的，免吧即个茶。有啊，你讲铁木漆？系啊。你感觉爱无？爱啊，迄嘛是爱的。好啊，咱就铁木漆改油油的啊。啊，这也问辉哥啦，这咱油漆大师啊，即摆领班。啊，你一个人佚头安尼规间厝，你炒土价炒偌久时间？爱看物件。爱看物件吼。因为这我无法度家己用较紧啦。啊以后我迄落壁岩啊，也是要爱处理的，迄落较高档啊。啊，若像即种处理你处理过上困难的，还是中阶困难？算还好啦。这算还好。哦，比这较严重的。哦，我刚才头拄看迄个灶骹，我就看到晕。哦，迄个柜仔搁电用啊。迄柜仔电用。迄搁电迄落啊，较搁处理个壁。哦。柱标啊，靠标啊，搁迄落。啊，你通常拢一个人，还是讲看人数？看一个，我一个啦。伊一个较济，无因为咱即摆会使配合伊做的工较少。啊，我搁爱掠，原本有一个搁较甲伊年岁差不多的，啊掠去做迄个洗涂骹，即摆欠人啊。咱即摆工课要了有无？啊，有的身体歹的无法度做，你问辉哥就知啊。辉哥，你问哥去招一个，看有啥物过去的朋友无？哦，迄个我唔知哦，好暗好。哦，即摆人拢笨大做你。即摆人拢笨大做吼。无，阮遮少年哦，你看屎啊啦！妈讲我。对无？清气，安尼皮皮的啊油起来就好啊。对啊，我就交辉哥即几工啊，家己做起来。我看应该2-3工就起来啊。啊，因为这个是款假先做，啊后壁遐较慢无要紧。因为即2个有无？大部分时间搁伫咧迄个 NGO 据点。算讲搁互社工照顾。社工会使照顾，会啦。人照顾了就好，你问辉哥就知啊。啊，若像这桶啊，敢就需要补贴无？桶啊，咱是有铁木漆问题。我即摆咧想讲，等冷气来才来拍算，因为即款所在冷气是到底是安怎吼？就爱等冷气，看讲咱有法度斗无，啊是斗伫咧壁，还是讲啊是安怎用较好？因为我迄嘛斗冷气嘛，我朋友啊，我就叫伊来，明仔载来啦。啊来遮看冷气要安怎用，因为即摆即款所在无冷气袂大的啦，人机就伤客啊。你问辉哥，伊嘛住伫人机场。太热啊！我懂啊。你住迄，你无困好，你叫人好好做工，无可能啦，对无？啊，冷气即摆讲较歹听，无偌贵。啊，找一个。这一路听起来吼，做你的朋友算真幸福嘛，算真衰呢。做我朋友哦，我感觉较衰小吧。对啦，做你朋友真公平啦。我小等我爱熬一个来，迄个做迄个水电的，电锅爱改。水锅爱改，对啊，水甲电啊哪做哪改啊，遮嘛爱改啊，遮灶骹即个水龙头袂用的啊，即个水龙头根本袂用的啊，拢爱改啊。袂用的哦。这爱改啦，这买炭用的换换的后壁这嘛爱油啦。啊，我等水电朋友来啦，因为这拢安尼改这有无？这水龙头根本就做袂掉啊。我叫我水电来用，啊，问题先从辉哥这款遮生活的所在先做起来，内底有无？过来用一改。哇！我看了这厝的这环境，这环境在想，因为我吼细汉时阵，阮朋友嘛是住遮。当我用好，你就感觉水啊啦。哦，真正的，当我用好就感觉水。会使。你搁互火过2工，啊油起来，啊无迄个，第一点是无迄个味啦。哦，第二点是讲你壁拢油过嘛清气啊，因为你清刷来，还是真清。清2遍啊啦，啊原本重的物件，佮就昨搁拼一堆起来啊，啊所有的板拢爱拆开啊，拄啊内底拢歹去啊，啊加抓伫咧内底，加抓爆我食咧，加抓，我们叫蟑螂瀑布老鼠雨啦，老鼠像下雨一样掉下来，蟑螂是瀑布那个样子，这款来讲算讲足清气啊。加抓瀑布。对。鸟出河。对。加抓瀑布鸟出河。
真正啊。那这真正爱靠你。咱遐只恐怖，搁有迄咱今年有一届去台南，迄厝内底药缸仔内底全部拢屎，迄只恐怖。啊，每趟歹去是大人伫咧内底，放伫咧内底，有够可怜。啊，迄只恐怖，迄真正恐怖，迄鼻迄个味会吐，对吧？那个咱先过哦，吼。我先过哦。莫甲你吵。而且吼，咱看了遮济吼，比较现场。他说你讲阿辉像即个 case， 你是安怎去甲找到的？啊，如果有类似有即个需求的人，是要安怎来找恁，或者是讲去找到社好的机构，去找到帮助？你若讲咱大部分的这伙伴，因是透过社福团体。讲咱芒草心啦，芒草心代表个瓜帮会，瓜帮会哦，瓜帮会协会，啊，瓜帮会协会的社工，伊伫咧迄个巡的时阵，看到一个有议员要做工课，啊，伊讲伊做过油漆，伊一个月会开3间的课，伫咧隔壁一楼遐，哦，教因讲我会去遐做老师，教因安怎用电针、蜡针，安怎讲迄个接水管，啊，安怎讲拼物件，拖车要安怎用刷抽，啊。顶礼拜6的时阵，顶礼拜5的时阵，教讲安怎洗衫机甲冷气，啊，教的就会看讲，即个学了，感觉真正会做，因为你大部分的工仔伊会讲伊啥物拢会晓，伊毋是真正会晓，伊是惊你无爱甲伊用，伊需要工课伊就讲伊啥拢会晓，啊，问题真正伊啥拢袂晓，咱就教的时阵就说，真正会晓。你知影讲这有手路啊，无手路。对，啊，阿辉我感觉讲，真正会晓，啊，真正做了袂歹，啊，问题伊就一点较歹就是。无法度算高价单，所以最近就咧训练伊讲哦，高价的时阵你爱算数量，啊，家己的油钱，啊，若讲要叫车载嘛，爱算油钱，啊，寄物件是要安怎寄，啊，亲像咱讲油漆，哦，直接买，还是讲甲迄人的厂商，甲伊讲买较俗的，安怎会使买俗的物件，正经的物件，啊，对爱教伊安怎做生意，伊若讲教会晓做生意，伊就有法度趁较济钱。啊，第二点，伊可能会晓做，会使做到60岁，拼身体勇健，会使拼到60岁。你若讲有法度做幼工，你会使做到70岁。你若讲做头家，你75岁佫会使做，对无？你有法度算数量，伊就算讲伊即摆70岁啊，无法度逐工咧行，伊会使牵师啊，伊会使伫咧现场遐管理，伊会使当较久。我即摆做的就是款代志，一步一步来。那伊即摆伊有伊的仓库啊嘛。有家私啊嘛，伊即摆数量会晓算啊嘛，我嘛教伊讲安怎做1%时甲 PU， 因为1%时甲 PU 绩效较好，你画壁的，你画壁的绩效较歹啊。啊，你做1%时较好啊，搁一点啦，你1%时若讲无大，你一工可能做3点钟会使休2点钟半伫遐等打，啊，你就做较轻松的整理物件油油的，啊，搁来等下晡搁做一届，体力较有法度动会掉，伊的体力较动会掉。啊，伊就是讲，咱爱有其他的协会，啊，爱有里长，还是讲议员伫遮相挺。你讲有议员爱相挺，这是主要是啥物原因？咱若伫遮的时阵，有一寡问题，咱去甲公部门反映的时阵，伊无一定听咱的。啊，亲像里长遐，啊，里长替咱讲，迄就有差。啊，有的时阵，咱里长讲的，我搁请议员替我关心。咱遮的在地里长有2个嘛，分里长。本里长伫咧遮，迄总经理，咱真正的总部总经理吼，总经理，真有名的分和生，真正厉害。佫另外一个，咱最近咧甲一个专博成专里长，迄个叫啥物里？曾撇成。对，伊伫咧遐，伊嘛有合作，啊，因为伊遐嘛有足侪士大人，啊，厝内底嘛需要打扫，需要整理，咱嘛会去伊遐。啊，问题即款的时阵，就喺里长甲清洁队讲，咱打扫的时阵，清洁队会使替咱收一寡无？咱迄大型家具，迄真正歹了了啊！咱家己拆落来看起来。无你家己请可能要开钱的。第一点开钱，第二点是讲一寡家具的时阵，互因拼较简单轻松。啊，问题嘛爱协调。可有一寡时阵，毋是里长处理的。哦，看局处的时阵，你着爱议员。亲像咱有一届做一个案，迄内底一个智障的，哦，迄个囡仔啊妈妈过世啊半年，啊尸体伫遐半年。迄着咱去找吴佩仪议员，啊，请伊斗相共，讲要安怎处理，联络清洁队社会局，啊，即款的才有法度做。因为咱一般普通百姓，你要做好代志，你找无人甲你
甲公部门讲话，你无法度做，你无法度做啊！你若讲毋是里长甲咱斗相共，咱无可能伫遮，无一定来遮就有人赶出去啊！咱听着讲，你带一寡看起来落魄人，看了会惊呢。咱看了会惊，啊，问题你了解了啊，你看辉哥伫咧做油菜，就正敢油菜师傅啊，真赞，真赞啊！我吼，还佫有一个疑问啊吼，你对写册做工的人，咱乃至到来做这游戏，你中间有即个转折，咱当然当问甲讲哦，讲甲你安尼，我毋是讲你调工义薄云天啦吼，讲啊你有理想安怎，但是迄事实上的即个转折，讲你用这安怎会转讲要来做这社会企业？哦 ，COVID-19， COVID-19。疫情的时阵，这实在太可怜了。咱中正文化局长上可怜啦。啊，迄个时阵，大家拢讲网价安怎摆，真正足惨的啊！大家拢无爱入来啊。啊，你心会急啊！啊，你看会斗相共，啊，替伊讲话啥？后来佫发现讲，COVID-19过啊，无工课还是无工课，身份证倒几粒，要判100斤店，啊，大家无工课啊。足侪餐厅是讲有诶请临时的。哦啊，你来做一个半工的、3工的，咱有一个家友朋友，伊就原本伫咧切菜，无工课啊。啊，一个灶骹洗碗的无工课啊。啊，咱安怎写册写安怎厉害啦？啊，金钟嘛有啊，电视剧嘛有啊，电影嘛拄啊下档啊。啊，你感觉有法度改变无？无法度啊！迄我家己有名尔。你有名，你无做代志就烂了。啊，你规气做看卖啊嘛。我已经讲到安尼，你册嘛变畅销啊啦，对啊，已经讲到无烂啊，册拢已经电视剧逐工，我徛伫咧遮就有人讲，搁咧重播啊，足好看的。啊，电影我看即摆叫啥物串流平台嘛有啊。啊，你无做一寡真正的工课，真正的代志，带因去改变，我改变家己，改变到安尼啊，我要做啥？我带因我就踏实的嘛，辉哥就伫咧弗兰达，真正有咧做，你有看嘛？啊，真正有出师傅，小等我搁带你去看，对无？你一个一个看起来，真正有咧做代志，真正因知影要做啥，啊，真正足欢喜的，因为这修理好，有人会带入来。这吼，我头仔会当互观众朋友一个导枪啊，就是讲，第一，你有朋友，你有社会资源，某种程度，你知影爱去找啥，吼，而且找这种人，伊可能会帮你解决某种问题，吼，啊，而且因佫有通啊中介讲，啊有家友，啊有通啊做这，啊来做这物件。当然，你某种程度对这代志你也算熟悉，吼，你才有通啊做。但是如果第一要叫你去北区去做，敢有可能？第一，第二，北区的人要来做这种工课。你会当互伊什么忠告？讲啊，你着要注意什么？有足侪人问讲，咱要去台中无？要去桃园无？要去高雄无？做关系企业。我感觉第一点是讲，我毋敢走出去。我伫咧台北遮过即个据点伫遮，我有法度，因为近，因为即摆愿意做即款代志的人无偌济，我拢牵一寡朋友啦、身躯边的人来斗相共，啊，因愿意，我就留落来啊。敢若里长遐、里长遐，拢大部分拢厝边，则足大足近的，伊对社区有爱，这才有法度掠来。吼，这是足现实的。我即摆咱洗涂骹的团队内底，迄嘛真正对网家有爱的人，才会伫咧遮做领班。无伊就做别款工课就好啊。对啊，伊就做别项，你去传到这。传到这，逐工咧生气啊。逐工有当是真正，咱坦白讲吼，每一个人的个性，伊就是因为安怎变做家友，家友了后，伊可能有一个癖，啊，这个癖你必须爱甲慢慢引导啊改变。其实要带这实在是无简单。你时间嘛爱有啦，钱嘛爱有啦，家私嘛爱有，你搁有只有耐心咧教因遮的物件。我即款物件电钻我已经用10几年啊，我会晓。问题袂晓的人伫咧遐，啥物物件拢三咧黑白，做半工，三咧黑白咧，那个破去，那个壁歪去，那个物件歹去，这是无法度的代志。我就讲，我爱足有耐心。就算讲是我嘛会咧生气啊，对无？物件用歹啊，味起来毋敢讲，即款足济啊。所以讲，我有咧想过，讲我从食的过程，搁写一本册，安怎做才有法度？哦，我可比讲我为虾米洗涂骹？因为你一定爱找迄款做了改变足大的，
因遮的人需要成就感，啊，第二点，因为有一款大所在是无爱做的，袂愿做的，学校因愿意做，公庙要做，教会要做，哦，这款所在因做了足欢喜的，足公认的。啊，问题你叫因去法院，因就掠讲啊，警察叫因死嘛无爱做。咱有人接过啊，问阮讲，啊要写迄个地检署无？我讲你若叫我去写地检署，我就家己一个人牵一台机伫咧遐啦。挂了就给我，伊突然啦，袂愿做啦。伊讲伊甘愿做家务嘛，无爱写。然后讲莫写啊，咱去写学校好，因即摆咧写学校。啊，公庙会使无？公庙写就欢喜的。我迄个香包、香火袋，求一个欢喜。教会嘛欢喜，啊，去听一个唱歌，伊嘛介意甲，对无？伊讲耶稣会保庇，我讲嘛有理啦。啊，问题因嘛有因会拼伊的个性，我会使从遮经验用出来。可比讲一定爱做迄个 before after， 改变足大个，你会知影你咧做啥。第二点，恁讲因无巧，伊嘛知影讲伊做的物件是正经有效还是无效。可比讲伊会知影伊送便当互是大人、独居老人，伊要送几个。伊一天送几个，啊伊会嘛，甲里长汇报讲，爸爸敢若身体无好，安怎？对啊，阿公敢若今仔日怪怪，阿嬷心情歹，我无看到人，我便当挂门口，啊社工去看，啊因安尼做，伊就知影伊对这个社区有贡献啊，就有感觉参与着这个社会，对，当改变，啊因就开始袂做歹。我讲实在，我第一步求因袂做歹，第二步求因有法度稳定上班，赚家己。啊，佫有一点啦，你若讲你是领社会手机社会福利的钱去食薰，你会起笑，你看着就突然嘛。啊，伊趁伊的工钱的时阵呢，你无违法啦。对啊，你看回去，伊讲啊，我着爱啉苦啦，啊，趁钱的人。对，我头看到伊是苦辣关啊，对啊，啊就薰啊，伊就苦辣甲薰尔嘛。啊，伊趁工钱，啊休困的时候啉苦辣，啊一工食一包仔薰。你袂使甲伊怪嘛，这就伊做工的，伊生活就安尼。对啊，我会使做的就讲薰食较少的，啊饭食较少的，饭食较少的，就安尼尔，对无？啊，问题你若讲领社会福利，啊，就讲社会福利，你摕来食薰食槟榔，食这无营养，大家拢有意见啦。啊，你规去教因安怎好好做工？这社会企业吼，头到你也有讲，你即摆这模式是一边是社会企业，一边是协会。啊，协会去接石头，啊，社会企业，咱一般吼，你甲观众朋友小可有一寡概念哦。啥物叫做社会企业？社会企业会当盈利，但是这盈利所得的物件是要安怎运用？咱社会企业就是第一点，就是解决社会问题。咱开这间公司，毋是为着赚大钱，嘛毋是趁名声，名声我已经有啊嘛。啊，钱讲实在话，做这实在讲歹听的啦。我带正经人去做工课，赚较紧。啊，这是解决啥物问题？因为咱讲正经的，就是讲遮的人，毋是讲无爱做，嘛毋是无愿意做，因愿意做，因肯做。问题因爱有石头通好做。咱有企业来甲你管理的时阵，我就讲一步啊。伊食剩的一寡薰啊、槟榔，伊管无爱管，咱会较宽松。啊，社会的指责啊，甲迄个责任会少一点。较轻松啊。对啊，咱用社会企业的模式甲伊讲，爱偌济钱，你爱有法度趁钱哦。我互你偌济有算哦，你爱算了哦，爱算家己的工哦，发票有算入去无？伊会进步。你若讲拢是社会福利甲伊用落，伊就领习惯啊，啊就免做啊。啊，问题你若讲这是企业，我甲伊讲，即摆即个案趁偌济？咱才来讲一半分利，还是2/3，就是你的利润。哦，工钱了有利润，啊，你就会想讲，哦，我爱趁钱哦。啊，伊就算材料就算足清楚啊。你问伊油菜佫有几桶？哦，足侪桶的，佫有8桶。哦，8桶油济，加偌济，桶半，1桶半，伊就会算愈来愈细。啊，伊就进步啊。第二点，因为这是企业，企业我就是用员工甲头家的方式甲你要求。你袂使讲甲咱社工遮尔啊包容，遮尔啊介爱。我就会讲，为什么遮慢？啊，要求啊，你袂使迟到伤久。你早来，你会使早走，问题你袂使10点半、12点才来嘛。你来你就无工课啊。你晚来，我头家我会使无爱互你，无爱叫你的工啊。啊，伊就会安怎？因足早来，或者6点半就徛伫咧遮。啊，伊7点的时阵，机器就全开始做啊。啊，做到3点的时阵，伊就收啊。
开始洗家洗到4点，洗身躯洗下班去食物件。就是正经企业就是安尼，你有做，你有趁钱，你有为公司趁钱。第二点，这是因为伊好啊。你一开始身体无好，啥物拢袂晓的时阵，你爱用学会，因为有一寡人伊无法度去外口竞争，伊一定爱伫咧学会内底做一寡免趁钱的工课，可比讲拄仔送便当。他拄仔咱拄着。因着西药纸，因着真正坐咧遐，一支手无法度，安尼简单，咱学会找社会福利。里长遐有便当通好送，我介绍你去遐，你就一定爱准时去遐便当送了回报。一天做一个4点钟下晡去西药纸，伊生活嘛过啊，因为伊一般社会福利阁有，伊这赚来的钱，伊家己生活嘛过，安尼就好啊，对无？所以你爱一个学会，一个公司。社会企业甲一个学会，学会有诶时阵急难救助，可比讲伊诶车弄歹，还是互咱弄着，真正因生活嘛足衰啦。定定即种代志吼。电动轮椅坐伫囥伫咧路边，叫靠着。货车就靠着啊，你嘛爱修理，对无？你嘛爱带去修理，学会社工就会做这。你爱解决社会问题，你就爱比以前诶人搁较巧。你上啊尾，你敢有？目前敢有较长久的即个目标，讲我要来做到什么程度？敢有？我第一步应该是因今年的时阵，希望讲有大企业，就来赞助讲，还是讲来认养学校，好真正足骨的。一届我去找人说，我感觉足忝的。我看有大企业、大基金会有兴趣要支援无？目前一个RC，伊讲我互你50万。你着冒7-8间学校，你要洗进前甲我讲，洗了相片互我，安尼，伊就讲好，伊支持，感觉这个足好诶。无恁若伫咧遐运动场无法度走，起来要创啥，对无？洗好清气，互恁快乐。做即款代志对你来讲，你是自细汉就是安尼诶人，还是你有透过什么人生诶即个变化？你感觉你家己变做安尼诶人？但是如果后手你有希望讲，更较侪人像你安尼来参与这种代志，互社会会当更较，我认为啦，你做这种代志是，咱无一定会当趁真侪钱，但是会当解决了减少真侪问题。这寡问题是真侪中产阶级的人无想要捌，也无想要插，感觉讲会甲污名化。诶代志即摆有人来安尼做，敢有通号召更较侪人来做这？是失败足侪届，其他诶路拢感觉袂使，即摆才变你看到即个模样。有失败啥物代志？可比讲我上早是介绍因去学师啊，全队袂使，我感觉讲，师傅有师傅开，每一个师傅佫无共，就是讲师傅有心甲你带，迄当初嘛无爱甲你。忍耐、吞忍，你规身躯就味嘛。后来我想讲失败遮侪届，我规气家起来带看卖啊。亲像因有个人身躯本来就有味，洗身躯洗3、4届，2礼拜味就无啊。你爱换衫、换裤，身躯爱洗好清气，爱洗差不多2、3届以上，安尼身躯就开始无味。伊拄仔甲辉哥像斗阵，伊就真正正干人。第二点是讲食的物件嘛爱固定。食正常的便当，啉水爱啉清气的水，所以咱1楼、3楼、4楼拢有饮水机，土因一直啉水。有个人身躯有味，咱爱知影是啥物原因。第一点是衫无通好换啦，水啉伤少啦，才爱解决。一步一步解决了，我即摆有经验啊，我都甲社会讲。我讲你这应该写册出来。即摆爱有时间。所以讲，我讲这就是我后来讲，感觉讲这个方法有我都解决。我找正工的工课，互恁做，用好的技师，找赞助，找上好的材料设备商来甲咱相挺，挺了咱就有法度做好的表现。用这个表现甲大社会讲，咱做了咱就会支持。这是新的这款模式。用这款模式，去年嘛，4、5个人。就脱离街头，
就有厝啊，租厝啊，一个月趁一个3万外块、4万块。我爱看，我爱真济人去真济。有的身体歹，可能嘛是2万出头。譬如你讲《西游记》，问题伊免做家友啊，安怎嘛有通过啊，对无？家己食家己的，有的时阵心情好，互咱掠去食牛排啊，对无？咱嘛有聚餐，我后来都讲，莫带去外口啊，带去外口伤忝啊，规气伫门口喊吧。辉哥就爱食好事多的牛肉，你应该食迄个五谷牛小排，食了屌啊！你讲无食过遮好食的吧？后来咱就讲，咱就来喊吧好啊，大家拢欢喜。咱看阿青吼，对这个写册文人、写小说，变作有名，就拍做电影、拍做影集，大家吼，这教科书顶头。但是对伊来讲，脚踏实地，比这义薄云天较重要。有理想。嘛要有实际做法，但是呢，绕开就要求进步。华语咧讲实事求是啦，吼，实事求是，吼，就要好好一步一步行。不管你是要做头路事业，还是做社会企业，拢要有这种精神啦。这就是我感觉吼，咱来找阿青，其实联络伊无简单呢。嘿，伊吼，逐工吼，刚6、7点啊，迄阵是有时间然后接电话，无时啊无闲试食。今仔日吼，实在是吼。拄啊好啊，伊拄啊有排空，才有通来参加吼。所以呢，真欢喜，咱会当来理解，做一个社会企业，要做一个讲自身，不是讲我钱互你安尼就自身吼，代志无法度解决，而且咱会当相当程度来理解讲，咱甲咱生活环境无共款的人，命运无共款的人，更较有同理心，更较有同感，好世界万人解，拢伫咱台湾省。